议员王家珍摕着教育局伫咧4月16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市长针对涉嫌性平的争议，绝对是无容忍、无合作。毋过最近议员却接到一名教师的陈情，表示校长涉嫌性骚扰，但却一直担任该校性平委员会主任委员。对此，议员王家珍上午邀集市府教育局甚至秘书长做伙召开记者会，寻求市府的态度。到底教育局是不是有偏颇？那我这边提出来的另一个内政部的性平教育委员会设置办法里面，是不是也提得很清楚？如果有所谓的违反性平成立，这个委员会他还可以当委员吗？他还可以当主持人吗？他还可以当主席吗？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对，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那请教一下，你们不是在包庇，不是在纵容，是什么？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都不知道你们局里讲什么话吗？都不知道市长说零容忍吗？校长的本身涉入这个性骚扰的部分，不是由学校内部来做调查哦，是由我们教育局这边哦，这个我们有一个职场的这一个性骚的相关处理的的机制来处理，并且我们有找3个外定委员来做调查。那调查的结果确实就是成立，但是这个情节轻微。那他所受的这个惩处，当时候是以书面告诫。然后有这个要求要1个月内完成8小时的性平课程跟5000字的心得。那此外，校长的考核，当学年度，我们列入这个考核啦。虽然教育局回应确定性骚扰成立，但案情还阁轻微。但议员甲教师不满的是，既然市长针对性平争议是无容忍的态度，嘛建议市府甲教育局应该要求校长来回避。对此，秘书长嘛认为。校长回避会比较客观。如果他后续的这个相关的性骚的会议如果涉及到他原来跟性骚的当事人的其他的案子那如果他在当那个主席，看起来我是觉得说，其实是应该要回避应该回避。你可以请那个比如说副准委员来召开，这样也许会比较。就是说也比较客观我是觉得是这样会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除了性骚扰被性平委员会判定成立，另外顶前的老师被投诉霸凌学生嘛无成立，只有不当的管教部分。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牵涉私人的因缘，还阁需要教育局甲学校来厘清。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